报地方法院裁定高问题7000万交保，民众党表示，明仔载下晡1点会去接高问题回来。日本首相苏波茂伫台湾时间下晡5点开记者会，宣布要甲首相的职务辞掉。苗栗竹南林乡道时间有民众行站帮跋倒，结果弄到边仔路顶的路司机座面贴几啊十针。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台 AM 新闻，我是曹有欣。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地加入去基隆花城甲政治现金的案件，台北地方法院裁定7000万交保。根据了解保金是已经总有够。民众党伫今日发布通知讲，明仔载下晡1点会伫法院外口接郭文地回来。也讲到郭文地若回来，这个民众党主席这个位，黄国昌敢会害予郭文地？黄国昌敢若讲，因两人的信任毋是外人会当相信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准备一些主席喜欢吃的菜？瓜市暗无因为初一透早大约10点，郭文地的牵手单飞机向向公公出门。原来因红色7000万的保释金总好势也买，前一天伊伫面册表示无排除会提出来抵押。民众党中央委员江河秋实表示，保释金已经好势，就等郭文地点头。是不是劝主席可以接受交保？交保金筹措的状况怎么样？7000万的部分都已经到位了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拜托国昌主席跟我们的律师团好好来讨论啊咯，说服柯文哲愿意加保啦，这才是重点啦。你知道外面多少人在等你吗？民众党中央也伫面册发布信息，册别下晡1点要去北院接郭文地回去厝。党内表示，伫台中至少300人报名，不过就惊违反集会游行法的规定。党主席黄国昌回应，一定是和平理性。我们每一次台湾民众党在台北地检署的活动，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温和。那我相信，这么久了，好几个月，他有很多话会想要好好的跟大家说。黄国昌强调，无论用什么方法，绝对会全力说服郭文地交保出来。不过，若是顺利交保回来，我该积极讲，前后两个主席敢会相并斗，向要主导民众党。要不要把主席位置交还？包括议员的提名权，是不是继续主导整个蓝白合作这样的方向？我想各界都会高度怀疑。搞这种见缝插针的事情，我奉劝民进党的人，不会有用的。台湾民众党现在的状况，未来的发展，等到主席出来了以后，我终于有机会好好的再跟主席坐下来谈。黄国昌重新强调，家己甲郭文地互相之间有外斗达，是别人无法度想象的。要赢这款的赛人是无路用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早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开始全国党务座谈，今日是去到新竹甲桃园。也赖清德来讲，希望立法院民进党团改组。今日赖清德伫咧新竹甲郭建明讲台，这人是握手跟小姐们是引起关注。另外一边，国民党主席是要伫咧10月改选，目前已经有9个人讲要选，这当中讲要选的罗志强今日表示讲，党中央已经确定伊参选的资格。新加民进党主席总统赖清德悄悄甲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握手致意。民进党启动全国党务座谈，初7来到新竹市。由赖清德进前就讲，希望党团改组，党内也一直传出希望郭建明下下总调声音。赖清德来到新竹，也甲郭建明徛斗阵，也引起注意。大家怎么看这个干部没有要登记？柯总召，这3个字对新竹人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地方直接传达大力支持郭建明的声音。秘书长齐国勇未烦恼党团干部无人登记，敢若讲时间到，人才就出现。赖清德落乡一天连赶2场，下晡到桃园，继续听基层的声音。倾听之旅，听听地方党公职、社会各界的意见，让整个执政未来能够更贴近民意，也能够更顺利。另外一边，国民党主席要伫10个改选，也掀起内部的纷争。随主席朱立伦宣布交棒，已经有9个人表示要参选，其中之一的罗志强伫初7讲，党中央已经确认家己参选的资格。中国国民党已经确认自强参选国民党主席的资格，展开全台的巡回政见会，把我的理念面对面直接传送到我们的党员同志的面前。
由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模拟说，总调任期届满，进前就团出伊，因为修改内规，为搁再连任来准备。这是国民党党主席改选被看做是牵动朱立伦甲鲍坤基体制是毋是都延续，有关鲍坤基总调连任之路，国民党立委林派雄回应，党团无有设立场，会先互党主席选举结束了后，再去看未来党主席安怎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伫咧台湾时间下晡5点开记者会，宣布要甲首相的职务来辞掉。この度私は自由民主党総裁の職を辞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そのため党則第6条第2項に基づく総裁選、すなわち任期中に総裁が欠けた場合の臨時総裁選の手続きを実施するよう森山幹事長に伝え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石破茂带领执政党自民党煞伫咧大选当中3战拢输去，党内要求石破茂落台负责。虽然石破茂进前讲会继续做，不过有关无法度党内压力，为着避免党内分裂，石破茂决定是日本首相无要搁做。来看，顶个月底伫咧苗栗竹南有民众要去利便店，也门口这个人行道呢是咧施工，伊无细力来跋倒，结果面启动着边仔路顶的落司机座，这个面啊是天几若10针，也伫咧10当前台中嘛有人出车祸，共款是动着这个路顶的落司机座，伊来死亡。即马民众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来提案，要求政府针对全台湾所有的落司机座落去防护。吴小姐下头天骨若10针，敢若一尾大牙缸，连鼻啊、喙唇拢受伤，规个面看起来伤势是真严重。扑倒在地上，然后就是碰到了那个灯座的那个基座，那灯座的基座就也有螺丝，也有它加固的那些挡片嘛。对。意外是发生伫8月2日暗时，吴小姐到苗栗竹南一间超商去买物件，因为人行道正伫施工，所以讲门口拢有铺设茶帮。吴小姐无细力跋倒了后，面直接讲到这路顶的基座，还佫碰起来螺丝钉。也若10年前，伫台中也捌发生一个查甫囡仔因为车祸弄到路顶的基座的螺丝钉，造成伤势相当，不治死亡。当时市府有全面检讨基座安全，不过代志已经过这侪年啊。道路边包含号志顶、路顶、路口监视器，这无共技术，有因为无共的安装的方式，有的螺丝钉是锁落去，有的是锁起来，现出来灯道也无共。这个应该是全台的通案啦，因为可能也不是说一般公所可以去做的，对，因为这个牵涉到，我想应该是说这个设计它的设备的机具的设计的问题，对。吴小姐事后除了要向电工所要求赔偿，也认为全国相关技术螺丝钉拢应该要有防护。9月初3已经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来提案，要求政府要全面检讨，并且制定全国统一的设施设计安全标准，希望莫阁有人因此来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在中原普渡，大家拢咧拜拜，大家拢咧烧金，所有民众直接伫咧公寓的楼梯间烧金，最后都互人惊讲会危险，惊讲会引起火灾。不过目前呢，咱的消防法规是无规范到这款的行为。环保局讲，只要烧物件造成空气污染，就会当按照空污法来处罚。假使讲真正引起火灾，可能就牵涉到公共危险罪。金炉柴遐烧金纸，火甲烟拢真猛。带互柯先生看到这种情形，真担心，因为厝边烧金纸竟然直接伫咧公寓的楼梯间门口烧，而且伊讲毋是头一遍。之前有一次看到是他已经烧完了，然后桶子放在外面。昨天这样刚好看到很严厉的斥责他一次。我小孩刚出生嘛，然后我们怕说，因为他在公寓间这样烧金纸，会担心他会不会引发就是公寓里面的火灾。第二发生在咧新北市邦桥，柯先生讲尊重中原普渡拜拜烧金纸，不过伫楼梯间烧金纸有淡薄超过，惊讲若无细力，有可能规栋厝烧起来。去甲因反映，厝边讲会改进。这一定危险啊！楼梯间都不能放拖鞋啊、鞋架啦，也不能放花盆啊，更何况烧东西。不能随便这样，这公共这算公共，你要不会这样烧起来，死到什么人要负责？自警消甲环保局拢也无接到检举，虽然消防局讲消防相关法规即个若评定，无经过所过袂当伫咧产业因火烧，也无法律的条文禁止伫咧楼梯间烧金纸。环保局是讲，只要烧了有一粒一粒，就当依照空污法处罚。
目前依空污法的规定的话，针对烧金纸的部分并没有那个明确的一个规范啊，还是要去现场去明确确认它那个状况是不是真的有粒状物。回归到空法67条，大概是1200到10万。如果不小心导致建筑物失火烧毁，或是造成公共危险，则可能构成刑法第174条各项的失火罪。有律师讲，伫楼梯间烧金纸，若无顺利发生火灾，可能违反公共危险罪。最后回闹传统的习俗节庆，要烧金纸，一定要经较安全的所在烧，较袂危险。记者综合报道。要川普处理非法的移民，这个行动是愈来愈激烈。就伫咧川普签行政命令，甲国防部改做战争部这个隔顿工，伊个暗示讲刷落来要处理美国第3大城芝加哥遐非法的移民，遐最后是引起不满，几若千个民众上街头抗议。伫芝加哥的街头，大地示威的民众也无爱川普，无爱军队。废掉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 ICE 的标语，抗议川普政府未赶走非法移民，又阁有部署国民兵的计划。有几若千人参与街头的宣讲，现场气氛看起来真团结。Sense your love and we sense your care for people who might be your neighbors nearby or your neighbors far away from you. Every single immigrant is a human. Every single immigrant has every single right.To have their families stay together. 川普上任了后，对非法移民采取真硬道的措施。过去一礼拜，伊甲芝加哥的民主党官员之间继续对峙，就热讲要加强联邦对犯罪甲非法移民的执法，包含部署国民兵。伫川普签甲国防部改做战争部的行政命令隔顿工，提到一个再发文，要互芝加哥了解这个部门是安怎叫做战争部。外界解读讲，川普可能伫芝加哥部署国民兵来清理非法移民，引发州长甲市府各界的反弹。Sending the National Guard and sending ICE agents here to our community is a direct threat to not only us, but our community. It is us, it is our neighbors, it is our friends, it affects everyone. Businesses have been dropping. 芝加哥270万人的人口当中，至少有15万人是属于无证的移民，但又占全市的人口8%。法律专家也指出，川普敢有权伫州长反对的情形之下，派国民兵进驻芝加哥。同款伫车拉发火抗议者也上街，反对川普部署国民兵的决定。尤其不满伊任命美国缉毒局 DEA 局长科尼接管华府地区的警局。国际新闻张淑芬评语。看回来到咱台湾，受到西南风气影响，今日过到了后，各地是落大雨。气象署针对全台湾19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另外，今年第10来风台，一个塔巴昨暗伫咧南海形成，以高公下对中国广东遐过去。目前在南海，在今年第16号轻度台风塔巴台风中心位置，距离8点的话，大概是在鹅銮鼻约西南西方8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的往北北西方向移动。我们预计往北北西方向移动的情况下，最快在明天的时候就有机会登陆中国广东一带。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天气影响，不过台湾主要还是受到一些南方云系影响、北移影响的情况下，在今明2天云量上以及午后对流都还是比较显著。气象署表示讲，风台塔巴上近明仔载就会对中国广东遐登陆，对咱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不过西南风气刷入来，这2天水气会较高，过道对流会较旺，提醒咱观众朋友爱注意天气的变化，出门在外上好野持起雨伞。也根据观光署统计，去年顶半年有超过800万人次去嘉义市文化路夜市。不过民众是讲哦，遐本数有够多，鸟鼠有够高，市府的讲话啊。讲今年5月开始摒扫，开始消毒，呼吁打头家、店头家做伙维护环境，会当互这个清气的环境，互消费者来买物件。世界食好食物件甲小食。文化路夜市啊，真侪观光客来嘉义市一定来的热门地点之一。根据观光署的统计，去年顶半年就825万人次来遮市，也毋过人多，相对也多来一寡问题。就是到了假日的时候，我们文化公园这附近啊，那个垃圾就很多，然后环境非常的脏乱，然后有时候啊，严重的时候还会看到老鼠跑出来。
甲文化路夜市啊，小外文化公园是爸母带囡仔定定去的所在，去定就看到随手放戏杀的本事，也佮食不完的物件，互附近的民众是真困扰。今仔文化路夜市啊是观光热点，水沟边也出现两市人啊，也佮有一包一包的本事，温泉卫生的问题。民意代表记者定情，呼吁市府爱重视，避免影响家己市的形象。文化路的老鼠跟垃圾哈，这是关系到一些人的。卫生环境的问题啦，可是这个应该一下下就有在整理，就很干净的，因为市政府有环保局有来做定期的消毒跟清水沟。市府对环境维护与食安的坚持是不容折扣，未来也将不断精进做法。市府讲，今年5、6月开始一批文化路清起一条过障碍，由环保局进行摒扫、加消灭鸟鼠、清水沟啊、加消毒环境这工作。同时提供这个头鸟饲药啊，由夜市自治会发予大头来使用，也呼吁店头加大头以及市府3方面共同合作，营造清气的消费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半暝11点27分开始，伫咧台湾会当看到天高正月，饭店过差不多1点半，阁会当观测到红月，只要夜头就看得到。自阴暗半暝11点27分开始。台湾的天顶会当看到一场正罕见佮壮观的天狗正月，也会出现正罕见的血月。月球完全进入地球的本影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全食阶段。此时我们看到的月亮将呈现暗红色，也就是俗称的红月。这是因为地球的大气能折射些许太阳光线，而使月球呈现暗红色。这边天狗正月总共5点钟过30分钟，初八透早1点半到2点53分，月面全息的阶段，夜头就看甲正清楚。月球通过地球半径南平，规个亚洲、澳洲西半部加非洲的东部部分地区，拢会当自头看到尾。月食是一种天象，是指月球进入地球影子的范围内而发生短暂变暗的现象。9月8号的月全食全台可见，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在9月8号凌晨1点30分到2点53分。这回若无看到，后回阁要看到，自头到尾拢看会到的天狗正月，就会等到2028年12月31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好消息，世界室外球大赛锦标赛伫咧英国诺丁汉举行。咱台湾代表队目前已经伫咧青少年女子480公斤、女子500公斤夺下金牌，其中女子500公斤更加是完成4连霸。台湾女子球大赛500公斤组8月伫咧成都世运会达成6连霸，即马伫咧英国世锦赛佮拍赢瑞士夺下金牌。另外上新的消息，青少年混合520公斤已经拍败南非摕到冠军，也那女子540公斤嘛有机会摕到金牌。也台北东横国小的少棒队伫咧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锦标赛摕下冠军，也今日办游行来庆祝。也这个少年选手呢，更加是去到大巨蛋加特别引退的球星林志胜活动，代表世代传承。徛伫观光巴士顶边欢喜的国旗，台湾的少年选手看到有规定的亲戚朋友甲弟兄，真热情咧甲因欢迎。乌烟的面景夜悬悬，气氛是真闹热，现场大声欢喜的发休，大家拢欢头喜面迎接咱的台湾之光台北市东横国小少棒队。台湾之光，东岩国小，战战战，枪枪枪。当地少年选手伫威廉波特世界少棒锦标赛一声就摕到冠军，公赢回来台湾了后，初7个客选游行闹热起鼓，对台北市青年公园棒球场出发，上尾一站伫大巨蛋是特别有意义。这也是大师兄为我们一直希望借我们隐退日子呢，把爱的棒球力量传给下个世代。配合职业球星林志胜，上届最后一届大师兄的引退比赛进程，甲小英雄共台活动，代表世代替换继续传承棒球棒。公赢，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到场送奖牌。很多球迷来看我们，帮我们加油，然后很开心可以坐在车上这样游行。很开心啊，可以被那么多台湾人这样子在大街上这样被那么欢迎。
罕地的一场游行，互一寡少年选手用玩具条条体验，因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尤其伫这场比赛了后，投手林进斗也讲，上晚上大改变就是连伫国外都会有人来讨签名。我们今年有这个荣耀，可以站上所谓的游行的列车上，在车上看到还是有很多市民都替我们招手，这对我们基层来讲是一种鼓舞。但国小为咱的国家争取公赢，让29年搁再甲冠军摕回来。这届游行也互现场民众做伙为台湾的一寡小英雄赞声，分享这份公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嘉义的布袋戏表演艺术团队三麦堂推出新的舞台音乐剧，特别制作15全新的布袋戏行啊！这回故事阁有设计线索，互观众会当做伙来脚头壳，甲布袋戏有互动。10多位工作人员做伙夹着红仔，伫舞台顶做演出的排练。嘉义县布袋戏表演艺术团队三麦堂为着新的音乐剧制作15身新的红仔，其中阁有一身有790公分、25公斤。这对牙红仔的师傅来讲，是一个真无简单的演出。这应该是我也过上重的红仔。较困难的所在是因为伊的伤口其实有一块可以食，其实这就是增加伊重量上重的所在。所以这手要变做安尼，但是其实伫压的时阵，这手唔免压起来无要紧，有当伊的倒处的天地动的所在，伊的气势有走出来就好。为着要互看的人有新的感受，三麦堂除了制作新的音乐以外，这届演出的故事阁增加推理的内容，阁邀请来看戏的民众做伙参与互动，要互传统的布袋戏增加新的表演元素。这是一项阮过去5档的作品，伫咧今年含这出新的布袋戏音乐剧做伙演出。这届阮要用这个动脑的方式，爱用头壳，阮甲这细节甲线索呢，拢留伫戏剧内底、口碑啊，佮动作内底。那中场休息的时阵，大家出去外口投票。三麦堂表示，这届演出继续使用80外身的红仔，动员台湾各地要8万4天到3天演出，希望透过这一年只会当演一场的大型音乐剧，向大家来推广布袋戏结合创意的多元内容。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咱来看各地头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26度至36度，中部地区26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东部这边26度至34度，外岛地区27度至33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稍等来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报，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